民族啦，这不对，这也没对，文彦做的。他2个儿子，生了一个儿子。对对对。啊，生了，也把他名字填上去了。哎，你看，你那年就会忌讳。啊，在世怎么还写名字？也一样啊。要不然穿着掉红来了。好，谢谢你。我阿姐头头前。刚才我同埋聽我講開嚟嘛，現在就過來了。吃饱没有？好了。你們要拿到泰國啊？對呀。2,000。哎，走好，走，起來哈。桃屏東女僕做阿公婆派嘅正好曾師傅，也去博嘅夾點烘動鬧熱，有人嘅屋卡共有孫呢，搶佢同孫呢嘅名嘅寫到阿公婆派風氣，也嘅退休過後，準備愛曬去泰國迄個種先生，未來拿佢件做好嘅阿公婆派，來到也嘅人下，一場都有一個算係記憶到嘅阿公婆派故事。以前是中風啊，我哋講中風喎，同我哋阿叔啦、阿伯嚟講中下，同我哋阿婆打電話嚟講，阿叔啊，我哋阿叔講啊，我哋一片啊，割出去哦。你一講咧。割出去，我哋講好啊，不割出來啊，可能咧係講到豬排嘅名碼呢，迄講把鄉下吼，都把點個割得住。係，所以講我哋阿叔都講冇咯，緊要割出去啊，我哋咩安尼又好啦，安尼我又幾講低骨啦，17號早前7點25嘅回去，華航嘅。一面哈，做過哈，一面都做過，一面好，嗰啲啦。好。聊天气头呀。好，走。你好，你呢個乜多時間都多時嗰陣嘅，煎油啊呢個。冇。邊有歡迎有咩冇係？係冇。你煎油。你啱咩？完全冇。冇冇。阿公咯，阿酒面。你啱。邊兩公婆係咪？係。阿嘅酒煙咯。即係邊酒煙？哦，阿酒嚟冇。酒嚟冇係咪？係，就。大家一推推分拍出來，這而且有家庭人，這個有子子孫孫咧，一百做蠻多分出來啦。以前就萬歲看嘅豬排飯咯。創嘅太啊，創嘅太，很細出來創嘅太，就我爸佢有三兄弟咩，堂兄弟啊，三兄弟很細出來，他們不用創到緊，創到緊慢慢地有啦，我堂兄弟慢慢地也分拍出去嘅啦，我堂哥老闆但也分出去嘅。哦，見到我見三兄弟8、7歲，嘛見啊，都你虧損都分出來。你哪裡有點開枝散葉的感覺？係啦，係啦，你也錯啦。我喺100慢慢地可能嘅，啊容納不下，生活分吧。5個中藥嚟到祖先都還有啊，哦。有啊，這原來推出咁樣來有啊。幾來台主要刻在你的心呀。有啊，都有做嘅。有，幾個中藥嘅冇閃的。哎，好多都款嘅。係，做你。哎，馬貴好。啊，感覺自己有自己的家。係啦，你講好啦，啊，自家定我自家阿爸咪嗰種要落下會啊。
阿公谱牌，就得讲是一本立体的族谱，清淡歌写得同好，代表家族是对奶酪的。同好下辈，唔但唱写得祖公祖婆的名的，连菜市的子孙的名的也有。也个清楚写得种族大家对奶酪，全家过后又到奶稀的牌的，代表一个家族可以活不怕，同代代相传。一般人是很少去看家谱啦，这个是每天都可以看的。猪排表演有米要上香啊，我看啊，米看啊，米看得多啊。家谱是把它记起来，好，猪排是一个纪念。你先人过去之后，你会去纪念他，尤其是你近代的，比如说你父母亲、你祖父母，你刚过去，你就会比较怀念，或者我应看，我上香，我应看伊。然后对于倾诉，对不对？但跟你在看的时候，在倾诉的时候，你会看到，我父亲几代，然后上面就几代，你有时候会去偷瞄一下，一头，你会就自己知道你的阿公、阿太慢一，太有了底诶，你会看呐，也得上天慢一哈，大概，或者按那时间变成一个纪念性质，对于家族的凝聚对于这个对于祖先的怀念，各有意义。从小对于那个画画对那个制图比较有兴趣，后来因为我爸是快复习家，我接触到那个安尼研学。个下我都上过，我对安尼有兴趣，我想学安尼看啦。后来对脑多开始，开始学，学看平常都可以用刻，也画也雕用刻，也画错用刻，用视图，个下20-2岁，作品出来了。后来因为刻的时间是社会位的，社会做，我实际要做啊。嗰时候我都拿书表跑片啦，攞嚟刻看啦，慢慢的磨练。1是拍天，2是拍天，3是拍，慢慢的目光部分去搞了解。讲过嘛，它有木工、雕刻，还有油漆，以前油漆是漆器哦，油漆然后这个香精，然后就写书法，5个步骤，特别要有，第一个要有耐心，而且要有兴趣，而且也要稍微有这个才华。阿公谱牌是用记下底表嘅夹起来，经过木箱、雕刻、写水笔诗、油漆同诵经等数艺功法，详细用心，跪下的天天嚟做好，漳州地同期并上神作风，好本种草青人早晨按步来送香，也无系一种讲甜表贴。我记得也爱同屋企人嘅心情无咯。因为他的人数增多了，子孙后代还没有加入组牌里面，所以他今天要加这些宗亲一起来研究，看看要怎么做法，或者把那个前面的神明请掉，怎么样，共同做一个研究。所以现在我们要到国水去。你沙白不唔多嘿，阿姨讲伊我同你沙白嘿呀。你们呢？最主要的俺的地方做公牌因为请求的，你是不是伊个
伊发电去下做诶，哦，啊，今仔咧各位部，各位部，啊，上诶对祖国，对创新祖国，安尼读跟你讲好无？好。有迄安尼啥？好文无啥，希望过年前啊做好了，为祖国讲那位。哦，他是做到23次，销量前有以外，来的新旧的名诶，要拿出来。什么也都香，谁让人名诶？啊，俺的你是出钱，啊，到了23次，那天他知道完了。好香哦！你那有寿司哦，寿司来嘛！有迄个呢，有个地，有迄个呢吼，有迄个呢。你的一首诗啊，啊，你说我，做完我们那个讲到你好。譬如讲俺的历史哈，没多呀，艺术史啊，叫做潜水鱼，潜水鱼，潜水鱼，错哎，潜水鱼是加点名的哦，还是有时候落个人也叫伊。哎，就了解下吼，伊筛水是哪方开始或是筛水鱼？比如讲牙工或是筛水鱼，牙工以前呢一定要落。哦，啊牙工咩最落？牙工下来后头抢高一点，快要落毛，啊落到出钱毛。没问题唔要讲出钱，伊爱想法无，伊个完整性啦。完整性就全部落。比如说伊啊那个有生活的关系、基础的关系、专业的关系，然后筛出去个伊个做法。但你家后头迄个寻根啦。我这个也做么跟牙工的名个也都无啊，安尼迄物也搬出去的，也去采种。嗰度年呢？嗰度年呢？伊出去老板又发展的是来鼓励上嘅，啊看你啊。对啊。伊主要对牙工以上啊对到，其他无对到。抢中摸的咯，用摸的话，假如啲愛準準一啲咯，搶摸的，通常都係搶中摸的，佢可以咩？咩其實因為喺上面加的少，黃色嘅嘛你不過黃色冇，不過冇黃色冇黃色二塊得牙股啊，係咯，邊啲得牙股啊？加迄個我唔是咯。加迄個唔是誒。我同阿公婆拍做歌，係種草杜烘嘅大事情。屏東萬萬離屋嘅老人家，同鄭浩正師傅提出種種問題。佢根本出去嘅防潮女人嘅名嘅，會寫落去冇喏。係講張江有冇嘅，冇講來嘅事咯。走落嘅西廊，應用嘅寫喏。同入落嘅星球，係唱寫嘅項目喏。也條問題就講出人同人當中嘅關係，情也唔情，都愛看祖先嘅血脈係強條無來嘅聽，韓國做嘅聽嘅單單都係夾錯杜烘嘅男性。
哎，对，后面他写名字。你一排多少？30条。叫回来就敲本都排。像他现在写这个字，有他的劲道在那边，有一股劲，我们的那股劲的这种力量。说他天生的也好，是他后天苦练的也好，他就有这一方面的天分，他就能够写到这样的炉火纯青的地步而已。这把年龄还能够写出这种字来，这不是开玩笑的。哪有鬼子写？我这刚不会是好的呀。做嘛给啊，听了好吗？有。你嫁鸡不随鸡，嫁狗不随狗，你要做什么？以前是我公公在写啊，那我公公年纪大了，我们顺其自然要接下来，因为这个东西是要分工，他做出工啊，跑병的呀，对哈，那是出工，这个算比较细的，所以到我们结婚以后，我就专门帮他做这个写字啦，还有上金的部分，油漆啊。传统风。阿公鋪牌方所有的族譜都寫做異人，佢也都係統音來嘅成就，認真婚姻爭做得上阿公鋪牌，蔡異人、劉異人、車異人，槍下鄉無啥名嘅，異人係乜個意思呢？萬古在以前，李記一本書風按樣講，天子之妃日後。諸侯亦婦人，太傅亦異人，司亦婦人，庶人亦妻。到係明清時代，七品官人嘅阿妹也係婦娘，因為異人嘅封號係對婦人家嘅一種尊稱，看起來是係表示尊敬嘅意思。是講，用係係知道有掉嘅心酸咯。無啥，婦人家嘅順菜，不過是係人嘅婦娘，無像阿妹係，咁樣嘅，萬人會記得咯。呀，花梨木的一種的姐妹品。现在花梨木已经没有了吧？现在没有办法说一定要用木材的，只要是好的就是好的。哦，这个是什么意思？不会蛀嘛，不会有那个，比较不会反翘。有的树青会反啊，有的木头一见木头就这样子，有没有？它这个比较不会啊，稳定性比较高。就是稳定性高，不会蛀，不会有蛀虫那些，它就是算好的。现在只能要求到这样子。你要找这2块板子啊，前面在表按不按反面的呀？你请磨啊？我们木材行也没有的啊。木材行和那个木头是那么小只而已啊，对不对？呀，你要这么宽面的，哎，或者按反面那句话，你的树林要很大的啊。现在台湾是禁采啊。已经完全没有了，那怎么办？用种树。哎呀，樟木台湾没有了啊，越来越没有了。要不然用种树。樟木的时候，以前用手工都可以，那树要多，因为樟木它胖嘛，它软细嘛，比较手工都可以。你像这些木头用手工根本都不行的啊。我们传统的那个工艺的工具有没有？这个完全不能用。18过吗？这个一片啊。18不过你就用一片。10台建设是的有啊，像中国树的10台建设有啊，引进工业化嘛。我刚刚呢，跟木工机械啊，就一直就进来了。日本那边引进来啊，我16岁開始做啊。我到我20歲時就，我去家鄉一直。引进这个机器有啊哈，先一步，再一步，有看到有下后又改一步了，
就一直的循环。老人家一天其都唔闲啊，叫头摆无记性啊都要做啊，后生也按耐食，哦，那么但是环境的背景啊不同嘛，哦，会有样嘅代沟啊。但是呢，因为社会啊环境已经变，工作量比较多嘛，所以你必须呢要按做。我这个那个宽度17就好。宽度17。嘿嘿。叫。随着时代的改变，你的工作量增加，因为农业化变工业化。那么农业化时间呢，是大家共同负担。那工业化呢，分散的带来。我本来带到关系，哦，因为工业化我嘅工作好多高雄去。咁我都高雄嘅時間，特別你嘅頭擺嘢，你講做商人頭啲年紀嘅人，對呢個自主啊非常嘅慎重。咁我佢工業化高雄佢冇辦法做嘛，所以佢到高雄嘅佢唔是咁樣裝一隻，祖先嚟排會，分出去該為人佢愛拜拜啊。分貨出啊，但是環境的變遷啊，因為環境啊，農業社會都按照100%唔係搶出去啊，太高窮啊，但是工業化時代都冇咁樣嘅啊，環境不允許按做嘅啊，所以佢就會變啊。做这摆事情，问我的父母、阿爸、阿公、阿太，因为都从事呢方面的行业，我会跳落去就是问阿爸身体唔好嚟啊，我觉得已经需要我了嘛。人哋同學太搞到脱手啊，人哋都喺度周謝啊，心里100個不願意，100個不高興，100個不願意跳進去吧，有啲環境的問題啊，當下的場景。就是这样子，那你非进去不可。我遗憾的是什么？如果当初我父母有栽培我的时候，能够给我的时候，我会想到说，我今天的成就会比这个更大。比方啦，你反过来讲，如果当初我读书了，可能我的路比现在更窄，也不一定。做阿公鋪排係一種當傳統嘅業嘅，做地講係主工業，功夫一胎傳一胎。頭先做事內環線火車嘅火車路線，有一間細細嘅野鐵皮屋。頭地度做事嘅係陳志雲老師傅，佢咪係一個做阿公鋪排嘅師傅，家屬意咪係對家主工業傳下來嘅。看俺爸爸做啊，这我从小是耳濡目染，看都看不的。但是看不同14岁去跟他去了做，那不一样啊，那不一样了。然后到31岁，我父亲说：“哦，你该回来了。”啊，父母亲年纪大了，啊，我说回来，啊，回来要做什么？只好接这个工作。其实我是不是很想接这个工作，而且我老大。对，这义不容辞啊！你还是在调浓度，现在调浓度，啊，这个就是靠经验。其实俺太太东西还蛮对我接这个工作，结果你投入后后，做你又做大概你一点把握你都没，而且你这么生疏，黑人你看我你好像很懂，其实没有那么简单了。后来我还是坚持啊。换句话说，我对这个有没有自己创设做马钢机，然后做出一个成品出来。我对这个有兴趣。
做这个工作很辛苦，而且你要会的东西要多。哦，包括文的你也要会，武的你也要会。这个地方。志云师傅讲，文的、武的，意思是讲，托阿公鋪排放下師，也係青年托阿公鋪排放各有素面的，係文的條路。像技術的、雕刻等等，較出強的功夫，佢就係武的條路。你做祖先牌来讲，大部分人在意的就是那个字，大概在意那个字。如果你的思想都不整齐、不工整，而且都唔讲，大部分人看过你做的东西，大概不会去寻你，不会去找那个师傅。最重要就是那个字啊！电视买的没电钱给我，大概是想去看字典了。字典的字比较死板，啊，但是它的几个下个字一定是正确的，绝对正确的。但是看有的时候死板，所以改练师那时候应该是从招牌开始练。出门骑摩托车呀、开车，我就很注意看两旁边的招牌，因为以前的招牌。全部师傅用手下的，所以有的人下东江，有的人下东倒西歪的就不好看。所以我会注意看这个招牌字好漂亮，我一次两次都过，我会很仔细的看，这个好看了。诗的东西没一样啊，有个人的风格啊，某重要。每一个人写的字几乎没办法一样的，一定有他个人那个味道在。呢個牌哦，天公已做對人啊哦。31歲張英來做也專業的，到40歲張持道做阿公鋪排做來藝術書。陳志雲頭雕刻行要求而做來有，每當講究設料嘅品牌。此外，佢對阿公鋪排規劃嘅表現形式，沒有佢自家嘅看法。现在就是这样的境界，尽量发挥我自己的想法，我的审美观是怎么样，还是在我的品牌上面，我就把它表现出来，这样也是把它当做一种，有一点把它当做艺术品的这个心理在做这个东西，所以我一直在改进，一直在改进。不过做出来都每好像有一点成就感了。哎，你还我弄啊，你做出来的东西，但发现你看到你下来。拿了祖先牌啊，看到那个很满意，还充满笑容啊，这个时候还有成就。教官接上。江山百强，北江北坡，因为俺哋重新民讲，俺哋嘅，重新民民爱讲嘅哦。也個當地嘅講法嘅王火音阿伯講，係土生做嘅行人，也個錯當地嘅準備愛同阿公鋪排做歌，也問佢講音樂節金北講有限。同很多親戚來說明有關公堂的事情。過兩年我把這些辦，這些辦冇辦？咁樣嘅，一過兩年度。富橋的王火公堂度，路的王火音同18鄉體也到，佢也到為到嘅家族阿公鋪排的事情，請到關係的陳富雄師傅。
客家人的阿公婆定位在选那吉土，因为他要保护我们嘛，他要感应我们嘛，当然要是吉祥的东西啊。你拜阿公婆就三神啊，那客家人啊，你就拜水重要吗？你是观音庙是当天抢转移啦，人家是变成说观音像是没有意义的嘛。但你还没，你要不要做过嘛？你要做过贵保佑啊，要不要做那个福禄寿？福禄寿百寿福啊。百寿啊！跟你讲买咗，你百家寿事啊。好 ，OK。要不然年当就金玉满堂嘛。啱嘅好啊。那一定要的啊！你下輩，你叫聽宣州人法，宣州結法一路結法，你下輩東岸要啊，要東岸了輩啊，一個太舒適啊。那一定要的啊！中間一個大的壽字，紅底嘛，紅底金的壽字。行人有一句話講：神菜廟，煮菜桶。一句話意思就是講，公堂係服侍阿公婆的所在，天地間的其他神明是係按錯頭叫廟度風，也係行人對信用空間的安排。故說，官往人愛同阿公婆排做歌，陳富祥師傅還愛聽進行出貨嘅口語，出貨係乜嘅意思呢？就係同公堂度風嘅意名呀。韓國觀音用搶進去天庭，嘅公堂就會係本上搶緊阿公婆嘅所在。二十家，一家人拜公婆。上課越多人拜越旺就越好，所以佢一房做到無機出色，嚟喊佢急進來，好多人拜到，因為佢一樣急過來太平洋做過。以前我冇研究，我上班沒有這個心，冇這個心，冇這個心研究這些東西。我是一上班啊，我上面的公司我處理不完，來插邊係事事。我是事情，我爸爸拜，我冇拜，我上班我爸爸拜面嚟，我太太高選題，公開嚟那樣開始拜。所以你看，我殺啲什麼東西，自己所以我媽退休養學嘅呀，種菜咩退休養學嘅呀，所以人都退休是為想。個成本好閒，不像 anyway 對那邊落嚟啊。Q 拉3月的，屏東灣滿5.9歲嘅中午火風。當地嘅準備會進行8年來馬上停過嘅春季祭典。有機啊，中國風最危險啊，當地也天花，連我唔多。一位係總培用，佢頭5.9歲有95公里遠嘅鄉村滿族鄉出世。成人狀態，佢本日佢來參加中祠嘅春祭，因為幾下年前，佢也放喺鄉體嘅將大幫粗鋪同阿公鋪排，請到佢也到啲嘅好久嘅三芒社轉來過嘅老屋。在滿洲跟祖父他們小的時候就知道說，祖先在5.9歲嘛，直接就很肯定就是在這裡。我也不知道，就去找叔叔過來啊，一起再溝通一次啊，肯定是不是這裡是我們的祖厝？哎，對，祖先是不是在這裡？我那個鍾馗上叔公他也是很高興啊，去認祖歸宗的時候。他拜李馗亞時啊，可能明的，伊咧祖先翻
拿一本族谱。那天他们来认祖那个时候哈，这以后他拿这个族谱来用，朱公派都对照，一对，加印州梅县万成宫，就是称他为万成祖堂啦，总万省。他族谱瞎清清楚楚啊，没有族谱他就不知道他的祖先是谁，他的祖先来历。哦，知道有族谱，知道祖先来历的时候，而且那个时候他又讲说，他们祖先也叫他我们来自于五沟水。哦，那就来五沟水找啊，又猪排，又雷榜雏鹰。第三个，他祖先也讲过五沟水的，那在我们那里啊，也就跟啊，想那个，哎，我认为是这样，他已经有一个真正的一个寄托呀，俺都压你，是吧？俺都压本压猪头的一份子。人会思源嘛，就是找他的源头在哪里嘛。就像我们到哪里都会找他的出生地啦，我也会去来万峦五沟水找我的祖先啦。像我在满洲，我会常下去。地方是我在那里成长。那时候是发生第2次世界大战嘛，我也要避难嘛，跑到恒春来。再到满洲啊，我在这里读国中要煮给国小的吃，煮好的时候才可以去读国中。父母亲去卖鱼嘛，没有时间。爸爸骑摩托车送出去，妈妈一个往东，一个往西嘛。一个往上面，一个往后边住民的部落这样。我爸爸是骑摩托车，我妈妈是用走路啊。已经和高雄三金一党的总队用，固定一整夜为专满足2拜。伊讲业务的是假把戏的，要保持沿用，没去过。将来我去妈妈腌菜的菜叶，种菜帮草的。收成了南瓜。爸爸他们跟妈妈，他都是就像望子成龙、望女成凤心态。你不要窝在这里啊，窝在这里没有前途。他说你住在这里没有前途，没有前途，你要离开这个地方。我说拜拜，我要走了，我隔天就离开了。我们有7个全部离开。外甥們總係用鹹菜要應人，路都冇辦法自家食材轉來家下，我用個啥咯？佢講搶到一台嘅長茶再下來，定定看看呐，就好嘅啊。这里当然你的出生地你会喜欢嘛，自己的出生地一定是美丽的。我们3拜。你讲下堂派过来合意啊，结天啊，也好时好日，菩萨啊，妈祖娘娘福在真神主权爷爷，登分报水之期，当空风送的，我来国鬼年杯，俩呢，我来奉抢啊，你慈父王爷，义民爷爷呢。回转本本啊！哦，太险每年啊，你太贵下腰，来在西安啊，转在光复，比如啊，你讲下堂派下子孙呢，各方人等啊，我来新国阳台呢，脚踏释放啊，方方吉利啊，龙宫风送啊，你主权爷爷，要是东方抢来。就来转东方啊！若是西方抢来转西方；若是南方抢来就转南方呢；若是北方抢来就转北方；
要是中央抢来就转中央啊，这个贵年贵。这边来，也调不来，调不来。这里有没有桌子调一张出来？用把它找给吧。外个祖先啊，过来今年275年的，乾隆8年过来台湾。那70岁到78岁啊，做人很多太平洋。那79岁是员工啊，让过来台湾。我们是饮水要私盐。我们从哪里来的？我要尊敬以前的老祖宗，没有老祖宗是没有我们的。我这个全部要请回去了，请到我店里有没有？我重新要给他改装工作，头发油啊哈，要不然是什么虾头钱吧？我老给他们2只小头发油，那个一房一个，一房一个这样子。做小孩子嗰做咩？哪邊來啊？你家是貪藝白，隔到路杯了講啊。廣東省惠州府陸豐人後天甲汪金亨。再來一次，這好多了，好，那告不開就嘞，告不開就。因為客家人啊，客家人的傳統就講，菜賞嘅人呢，先都嫁出什麼下落去啊？我們都是逃難民族啊，希望大家能夠知道、認識大家的名字，以後走失了以後能夠有一個腦海裡面一個檔案在那邊，所以我會把所有的名字都寫出來。那所有的名字寫出來呢，就盡量呢寫合神啊，不寫老啊，合神，我們生生不息啊。一直傳承的意思啊，合神的是你就用神肉偏死苦酸的一啊，因为你这个写，你看你们还不算啥，生老病死苦，生老病死苦，生老病死苦生，就是合神啊，因为有3年下落的地瓜日本尽量写生。阿公鋪排愛做其他的。我夾袂到等難插風，等往耳乾興財吉祥的插春，排行放下的事，沒有夾袂到思念，就是同生命當中的生、老、病、死、苦盡做插，只有等生、老、病、死、苦的順序。順番來算，阿公鋪排好嘅大紅事，今年一隻事，聽錯嘅順都係神事，無錯係老事，將克服會到子孫世代興旺，長長久久嘅吉祥意思。一代傳一代，吉祥意義。係大部分嘅人一生人嘅追求，按樣嘅追求表現到生活度方各種器物嘅插春方，太對鑊沙，寫到昨天，代表代代子孫用從嘅阿公鋪排，還卡係唔是講，按你嘅追求，頭層富鄉家錯所做嘅阿公鋪排方，還卡係表現到自己。陳文人作為阿公鋪排方，排心度方有一隻事，台體有其無強樣的意義。歷代的歷，我們一般的正寫是上面是禾，下面是一個子，那麼這是歷史也沒有錯。那麼在我這裡面的傳承呢，我阿公以前一直傳承下來講的。我們的歷呢是要傳承，不是止步。傳承用的時間啦，就不能下止啊。理論上啊，含義上它不能止步啊，
因为我们一直要传承下去，所以这个历史呢是下禾啊。为什么不写禾？这个木字是代表出头的意思啊，拿字首要出头啊。那么下边呢下醒字啊，不写止步的止，因为止就是没有了，它是一直传下去的，所以不写止。那么历代高曾祖呢？曾祖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5代以上就曾祖嘛，5代人的就曾祖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把它写法呢改变，改变什么？这个曾呢，姓曾是2点，2点。我们是呢高曾祖的曾是5代人以上啊，叫高曾祖。所以这个曾按照亲后名的就是啊，5代以上按照亲后名的就是。所以我们把这个2点改成一个8字，哦，他8字啊，姓蒋的就是啊，姓后名的就是啊，这一个8。我们的传承下是这个是哦，这个是都是后面拱后面婆啊，是这样的意思。陶成富向师傅嘅情感调度，阿公鋪排就係運用一個吉祥嘅物件。係絕對唔可輕易負同挑戰呢。你睇人客家人要比同拍起嚟啊！先多後生人，我還生唔下，很多這樣子的。第一個自家文化都那樣，他完全不懂嘛。所以我從我哋阿老就講，你阿公無辦法下上面，然後就問過我阿姨就唔按我冇按個事情，亞洲人嘅文化。川呢，水的走势啊，这个水是这个地方来，我们从这个地方这样子延伸过来，到这里，到这个地方的高速公路有没有？高速公路刚好做一道桥嘛，就是说把这个水拦住、堵住的意思嘛。这一堵住呢，水就会灌进来嘛，表示说这里以后财能够聚财嘛，会旺财啊。那你要前山咁说的是吧？我们现在用的都是这个前山，我们是前山嘛，前山间隙嘛，哈，我们这个我们用这个度啊，魁6度，我们现在做6度啊，好，我们现在做魁6度啊，就是这个。如果说会对到，我就稍微偏一点点，做7度还可以啊，好，它这里写的是6度，我们是6、7、8都 OK。我从细呢就听阿爸。就是要做了个做牌的事情。我要做牌一起做呢，都坦白讲啊，只能养家糊口啊。有一碗饭我学了，差唔多钱。我一时呢就读到我师傅，要系我个先生，我个秦昊老师傅啊，伊就点破就启发，用做了投入了做了牌位里头的事情。用你按人啊，赚唔到錢，唔可以賺錢。人家做阿公無牌，做了個牌位啊，最重嘅地方係哪位選擇當嘅？你那個選砍地位度咩？你要有本事，攞啲東西攞去標上去，你讓我賺錢啊！因為你本來就會連帶先咧。咱按阿公婆有阿公婆嘛，那阿公婆我只要做，我只係安全會。对主人来讲，对业主来讲，是不是更加的信赖，更加的方便？那我对我的工作上是一定是加分嘛？这个上有点两倍重叠。
你一命因最接受人行，接受个观念冇改变。可是这个世界体力传承，他们今年开始也技术方面增进你的技术。可是你看，因为你在一个过程之中，然后每个人都不会了呀。啊，像讲家庭的纠纷啊，或者猪排没有恰好的忘怀啦，啊冇少多啦，啉酒安尼병火势，乜个啥状况都有啦。啊，分家啦，太和堂本拆下的啦，春秋的啦，各分开啦，各种状况啦，可以从安尼纷纷扰扰之中聚合之中，可以了解讲，一个家族，一个家族影响到后台样。从安尼安尼过程之中，记得咧，人咧之间咧斗争，人之间咧亲和力，你发现到，这祖先的力量国大。旧的高中毕业，最大在推动创创，推动电力公司营业处，营业处下来伊个差不多57年处调转来屏东，屏东市个屏东营业处在中华路个公园隔壁个所在，68年，高雄市的院辖市成立，又调凤山营业处，78年又调台联发天厂，安尼，也得总结啊，讲退休个妈妈原先的管理员原先的现在做管理员，做又做10多年。也是屏东家东的林务货房。每迄几下着开机的所在，真正的堂下是迄边阿公铺排的位所，为到儿童开机体的公堂戏歌，迄到高雄的林主任，也按当年从迄高雄、屏东来去，认真感到工厂的进度，因为从此唔但像迄边阿公铺排的神圣位所。要去牵减风调女人系个强心的所在。滑头我嗰隻去滑頭，知道嘛？係。兩邊做那個魚啊，兩邊做那2塊可能5塊啦。單數要齊數不要偶數啊。入面是廉價的管理員啦。因為總是硬嘅木嘅要溜啦，硬木啦，見到真髒冇都受髒啊，煮下嚟，厝墩一條嘅塑料啊，以前是硬木，塑料全部拍嘢切下嚟，要溜，做磨土呢，大概民國96年嘅硬嚟嘅計劃書，相對硬誒有咧18個喺新加坡，伊講冇安尼啦，做堂下可能需要經費多錢，以為俾錢來幫我來做，像有錢，像出力，有祖先才有我們啦，我們多多少少我們要得幫忙祖先來做一點事情啊，我要祖堂蓋好，蓋得漂漂亮亮。自自然然，我们要去拜拜，有人来参观，要参观也可以啊，是吧？
大部分是这样，一个心愿啊。我老人家有一个心愿，说哎呀个心愿，做好事，了了这个心思，历代的祖先啊搞下去哦，搞本的我心安了，我走。天上我们慈悲的天父，我们非常感谢您有这么美好的夜晚，我们感谢您有这么丰盛的食物，更感谢您准备。阿鲁卡什开佛具店啊，所以俺罗江一点全部对俺搞的咖啡有很大的问号，很大的就是感觉，你都卡罗安呢，按还把你就从上那产红呀，你搞的咖啡好哈。感覺講，一個部分我必須要思考下，我會思考過，我因為從細咧紅人一個，應該我會對中國比較有興趣啊，我有一塊呢，我一個跳脫這個佛道教的境界看看，佛教我也接觸啊，教境界看看去基督教裡面體系裡面去尋找看看，這是對於我的。我主要是我的工作跟他是不是能够结合。这里就是文字方面的档案，家谱的档案。这是一个文字叙述的啊，各个姓氏的。家谱都在这里，像这个，你看，我说两个人，你看哈，2个人传到这几代啊，24代，第一代传24代，几个人啊？总共几个人？因为我做珠海人，对祖先家谱很粗啊，我会看啊，看那慢人对一个会从将来会收集一个人的家谱。一个高皮收集家谱很用心，他收集全世界的家谱，都在这里有家谱中心，他有家谱中心，所以不管是大陆的、华系的，或是英语系的，或者哪一个，都有他的家谱。所以这家谱呢，帮助了很多人了解他的祖先。因為我接我啲同事，我接觸乜嘅宗教嗰度啊，應該嗰度啊，乜嘅教我嗰度啊。嗰種危險看看啦，這個有意義哦，各有意義，對於我哋見猜死人各有意義。嗰種危對，唔好炒啊，你唔好炒啊，咁係人看看啦，真是咧，因為對祖先做樣嘅準備，樣祖先嘅心做，那個子孫的心跟祖先的心連在一起。他有一個名言是什麼呀？任何成功不能彌補家庭的失敗。因為這個名言就吸引我了，因為我對家庭這個族譜家譜比較有那個，所以我就好，我參與，我去看。我說我會心裡很感觸，我沒講過咩，兩公婆結婚，叫我生日呢，傳下孫呢，傳下一傳到在200-300年就有100-2000個、幾百個人，你感受是怎麼樣？人生是这么的吗？你祖先这么长，这么多人，你感触是怎么样？你今生只有1点而已，你自己才1点而已，那祖先是点这么多嘞，那些都是你的跟你有血缘的关系呢，那你才1点而已，你感受怎么样？可是我也感触，怎么会没有感触？
还是俩种还是出来卡不应该来对哦。你讲什么？两个使用的呀。南香。命的迄夜爱，也是主公主婆对生人的个指望同祝福。地都总会有平安、快乐、大富大贵、言道、骄强、勇敢、大板。命的还卡像是一生人头天体间顺彩的真迹。记得命的就伫万人是万人，没听错唔会听中特一生人的故事。是讲叫做阿妹啥个命的事咯。可是新友家来没啊？品色，大家回来可以看哦，俩黑阿伯，俩黑伯公，俩黑伯公传他蔓延蔓延，哎，变成一个尊敬之心啊，会跟他敬个礼。这是有我的老祖宗嘛，我敬个礼啊，变成一个传承啊。下面呢是还有很多活着人的名字，是叫你们不要忘记，你要按照兄弟姐妹，你的堂兄弟各房各族，万一以后又有一天又要离开了，到另外一个地方，我们大家在问另外的地方可以见面的时候，才知道大家是同一个家族世系，一直这样子延伸下来。王府养家错的子孙一定多，不过现在阿公鋪牌沙장一撮，也是陳富雄師傅民間面出來喲。陳師傅認為佢為阿公鋪牌的塑料材質一定佔，冇好爽同佢保留下來，是愛規個大厝同佢做卡盤啊，同侍奉子孫的名嘅，個寫頭一代表嘅項。一代表嘅代表一方人，我用到將同意出來，並頭牌先背後，一種做法同傳統嘅下面，也係太馬古的阿公鋪牌全網共用。等到下面新的阿公鋪牌轉到王武公堂家下，各方的子孫我請到主公同自家的名嘅就加動呢片。我的女方啊，看一下。拿醉呀，来，六杀手了哈。哎，一边三个，一样子就。今有江夏堂神仙宫派下御孙呢，代表主事啊，王府衙门开合我的中方御孙人等来检修主堂，主牌荣修添灯啊，今日良师。主公主婆重新登看堂堂。接到了。反正俩才个麻烦嘅，俩卖俩二甲夫甲落去啊哈，已经要86了。这个事情啊，咱祖先像带头个了，提前要满年，我咱交代本后生嘅去插嘅，挨磨插嘅，挨了阿年做了俩。我已经过了，对老子公来，跟义务来已经来唔会对不起俺老子公的啦，俺是退休的啦。素材完整，因东阳万来桥，叫成太平都书行，也基础的龙溪堂下医生代表家里，同大家医生认定，众生能富有福顺的扶持，有着研究反正之境的，新条件
那个猪排凉面。也工厂弄啊，来在从个包装在接收呀，彩绘要做彩绘，贴瓷砖要做贴什么瓷砖，哦，那生看要怎么哦，弄来给处理的。看到我自己爸爸这么老了哦，他看到我跑得很累，下班以后要来处理啊，天主处理啊。行业也有猪排啊，好容易那有猪排咯。啊，平常行业风俗长安的啊，自家爸爸、自家阿公阿婆、哦公太婆太嘛睇猪排多的，哦，啊俺的主要是俺的伊个心意源远流长。概念好是为了我们，也是为了上面跟后开始说，我现在。因为感恩，就是上面对我们不错，上一代对我们不错，而且是希望下一代也过得比较好。他也是家里一份子，从小就比如说帮他来开工地，大家希望说他有参与过，到现在已经在实现了，就是有做亲情，希望说他以后遇到问题的时候。能看一下他自己有参与的地方，然后让他有一些信心。祖先牌做落去哇，这好几代，他们都一直都会保存的。你没创作啊，等了坏掉了丢掉啊，这不会的，那东西都是要一下都做好标落去啊。那是永远的、永久的，啊，所以爱做那个条路啊，多少还是有一点留一点名的，哦，俺的猪排是哪里做的，哪个师傅做哎。以前股市1万点的时候，经济发展什么都很蓬勃发展嘛，还买屋的时间都一定有设堂下啊，堂下时间一定有立一个牌位啊。因为而家石头一边的，你嘅祠堂下全部都印貴變咧滿發啲蔬菜啊，嗰隻一條多些會飛起來，冇有等於搶喺頂古塔，可以幾萬用啲標嘅。用這個，我以這個為準，這不就你啊？佢每日嚟會見多見少，係埋這個年紀嘅關係。第一點呢，還會教，沒有學徒，所以會變成到越做越小，因為後面沒有傳承，沒有繼承人啊。因為現在沒有人願意學了。冇嘢好啦，我來幾都冇好嘞。有笑話幫我傳的聲音嗎？沒有要學啦。
我们也不希望他学。为什么？这个也是可以说是没落的行业，因为现在年轻人无神论了啊，他不拜啦，把祖先现在好多祖先都请到寺庙去，你去每一个寺庙你去看，接好多祖先牌位。我们这个市场需求都跑到国外去了嘛，像这个是我越南做的，我70几岁了，因为我们自己后继无力，你没有办法做啊。哦，那个当下的环境是这样子，那么最后都延伸到这样子。达招生同林阿妹去讲堂送香，喺台湾田种下传统客家中极平常嘅事情。就算来到21世纪嘅野蛮，本还系安尼。阿公婆牌一路以来就系欢迎府内社会，加强血缘关系嘅一种信用。主仆嘅角色同顺差，一次抢夹头夹老公嘅牌位后送人祭拜，是讲。家草爱传血嘛，爱安听，女性同男性唔系平平共用暗藏游戏。今日已经有动到家草改变做法，女性嘅名声已经写出来嘅。某家也系细细出上睇嘅细妹人，免用阿姑嘅身份同自家阿哥也落台来强下。从女性嘅角度来看。改动系大家欢喜嘅事情，物界系沃卡喏，沃卡可能系人世间呢一个黑的素材，咩可能系没被高后而去嘅无人知得嘅素材。人嘅同客家本人写托阿公婆牌后，一种同一胎有一胎主公主婆，韩国一胎有一胎后胎子孙。形成一个无脱产的时间连续，按样的连续，有痛路，有心酸，有回忆，每拍就系沃卡的一种形式啦。